阿禮 Sir，其實咧 Para 呢種咧係咩嘅舞步嚟嘅咧 Para 咧係一種群體嘅舞，咁咧有音樂嘅指定動作，又有手部嘅動作，咁腳步都有個配合啦。咁咧係大人同細路仔咧一齊跳一個動作，跟住音樂嘅指定動作咧係好齊整去跳嘅。如果亂親嘅話咧，如果合作性唔好嘅話咧，就會係令到動作咧會複雜咗好多啦，咁唔係咁靚咯。由於 Para 係配合音樂嚟跳嘅喎，所以跳起上嚟咧係特別輕快㗎。而每一首歌咧都有指定嘅動作嘅，主要咧就係集中手部嘅動作為主啦，例如一啲舉手啊，或者係手部擺動嘅動作。再以雙腳嘅左右移動嚟打節拍，音樂配合埋舞步 ，Para 可以成為一種親子嘅活動㗎。不過咧，如果想學好 Para 就一定要有相當嘅記性啊，因為記得邊一段音樂咧就跳邊一類舞嘛。屈弊，咁小朋友咪要記好多嘢咯，佢哋記唔記得㗎？咁你又唔使咁擔心，因為 Para 咧主要由幾組咧基本嘅動作組成，咁咧而有好多動作仲會重複添，只要俾啲心機咧，絕對難唔到佢哋嘅。咁小朋友同大人咧學起上嚟有咩分別咧？大人咧要規律化啲嘅，咁係要身要直啦，手要直，跟拍子要齊整，令到動作方面咧又雅觀啦，咁細路仔咧係比較上記性咧就冇咁好啦，所以咧係將個動作變化咗，係比較易佢係學習。